欧洲资源要有效的利用，他们针对资源的部分就开始有几个思考点。第一个就是讲预防不要有那么多废弃物。第二个是讲再利用，第三个是讲物流。因为起码废弃物嘛是有物流的可能性跟需求，德国嘛是有补助印度来做一些资源的银行啦，也是循环经济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往下延伸它就是让那个居民跟地方呢可以去拿回收品呢到这个资源中心去做回收，回收了后呢就给他换点数，换点数之后呢就可以换成现金或者是其他的奖励的机制啊，提供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方法嘛是用这个方法来思考一个产业或者是服务就出来啊，清洁啦、打包啦、储存啊、运送它都可以做一个产业链，就会比较完善对环境呢也会比较永续。